罗汉会看上会去观空的物件，是观照实相的实地，了知诸法无有自性，所以称为叫做观照，即一切地，即了知一切法的总相之地。总相之地即是空相，此乃是声闻那缘觉。缘觉是讲啥物件？缘觉是讲第几分？缘觉是第几分？叫做缘觉菩萨。因为缘觉迄属于凡法，迄个叫做十法菩萨，迄叫做什么缘觉菩萨，叫做全法。迄个凡法十法无相像迄个凡法是要未证到十法嘛叫做凡法。那所以你今日，咱天天拢个初法论就是阿罗汉，是安怎伊今日会成小乘？问题出即个所在，就是因为伊是要观实相了的实地，伊了知诸法上无有自性，所以称为叫做观照一切伊了会证到道中地，一切地法的一切诸法上拢是空的，安尼就对啦吼。所以我拄则讲，伊看到一点。就参照讲，伊看到物件拢空的，但是后壁有一个有，伊看袂到啊。咱伫世俗的迄个人，会做一代志的当中，伊看袂到迄个人，迄个有，所以迄是空有不离的道理。伊看到空，就是讲看到有，就是实有。那安尼当中，即个两平凡的，种执袂到伊的实相物件，所以咱才讲阿罗汉，伊看到一切之地拢是空的。即了一切的，即知一切总相之地，这个总相即是空相，一切的总相，一切的总相，安听无？总相叫做一切的相，包括在一起，叫做总相在讲。你世间的一切诸法相，伊拢讲看空对啦，安尼啦吼。所以阿罗汉，因为伊所设伊看的境界，是看伊个所在。比如讲啦吼，咱徛咧一啦。要看二楼看会到未？看不到二楼要看三楼嘛，看不到。五楼要看四楼，五楼要看三楼，五楼要看二楼，五楼要看一楼，会清楚未？所以因为对菩萨、对天智慧、对阿罗汉，他了分明清清楚楚。但是阿罗汉徛伫，互你徛第三楼，要看二楼，要看二楼。要看一楼看清楚未？会啦吼。要看三楼、到四楼看，要到四楼、五楼看清楚未？会啦吼。道理就是这个所在。所以要看到顶凡的菩萨看不到。接下来，咱过来做一个，这边叫做修同观。第二呢叫做修价观，后面叫做俗观啦，俗。后面叫做俗观啦吼，俗地，后叫做俗地啦吼，属地。这个地，我过去咧讲有一个真实的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地俗，就是这个世间的俗法。但这个世间的俗法有一个地，有一个真实名的地。这个肉体啦吼，真的假啦吼，但有真的无？你袂使甲当做，无你若不好。是安怎咱少会着迄个疫情，那为了这个庙，那个包包就甲弄去甲烧掉。要烧会疼呢，要烧挨着呢，因为伊完全无发现迄个真的了后，伊内底有一个真的人内底，有一个真性真内底。但这个物件，因为阿罗汉，伊是看到一切拢空的尔。拢空的，伊看拢空的尔，伊看无这个有的物件，这个相。所以空，这个空是算阿罗汉，但是因为价观这个价，就世间这个相的物件，这个咱叫做哪？修价观。这个感就是因为名词无相像尔，这个叫俗，是价观。我按讲你较听啦这个啥叫做俗啦俗的一个名称，咱常咧讲一句话喏，凡所有相，拢是假，对不对？那你也假，我看卖啊。你着假吼，你假了我卖分。你是假对不对？你假了我你不分。
好，你的切掉哦，你使来我看你要袂无？好，你这把菜，你这个把菜价吼，好，你会话你讲，咱袂看卖，看卖个叫。所以你阿拉一家，伊这，看到这个所在，所以伊的经验看到，但这个价内底当中，有一个真的内底当中，有一个真的哦，这个真的，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负眼的看，负眼的看，这个就爱发感，叫做菩萨感。因为无菩萨感看袂出着，因为这个加官，这个价是个千差万别的物件，千差万别。但是伊千差万别看到一切实相了后，因为规个真个哦，毋当叫做空有不离。伊看到那空有不离，那这个空有不离。我过去讲故事，我就照着这个一年的字讲呢。伊讲，伊一个师傅叫一个小三妹去哪？去溪边划水。好，这个故事我讲过来。这个小三妹去划这水了后，用看到一个查某囡仔，伊是挂。啊！你这个水来洗身躯，伊看到了后，伊怎怎？伊怎急调咧？看皮，都拍了咧。所以我想讲意外，我这个小三妹其实到最后去，再到我去派一个伊地主去，当中呢，伊去要看水，小三妹来拍个是看啦。偏偏把这所有的一丝不挂线路，你知道草原米树啊边嘞，米前面因为咱你说不是我不使看身体，我看一个尔，我无看人，伊就家己有一个委屈啊，你听无？有一个委屈啊，哦，啊你说奇怪，第二个报道啊，都太大声影去，大声影去啊，我当看了要看出，一个拍皮啊，一个米树啊边，我看比贴米嘞。啊，这个所有人一丝不挂。伊说：“我到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抓了阿弥陀佛，抓猛抓到的。所以派第一、派第二、派第三都不到来，到底什么原因？输得亲自出门啊！那师傅当中去个把他关了后，看一个拍皮啊，一个米树边，一个阿弥陀佛，师傅你那把他关了。”师傅看见的周边那个，看嘞，怎么样？这个意境你听我意思无？因为伊有看到迄个物件，这个叫做假观，看到迄个物件，但是伊的心产生一种作自在，不可当作是一个物件。但是伊这三个分别个，第一个，迄个小三妹，伊就拍了回来看；第二个看书呢，看一看。我早先袂使看一啦，非就袂死啊！我看一看好啦。但是迄个大师兄就伊个境界较悬啦，完全袂使看，会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傅呢，看大胆看就倒来啦，又看到无？所以这个真假不二，空有不二，有空，但是伊了空，这个叫做清净，叫做元气成空。这个叫做元气，这个叫性空，应该道理讲的。所以我哋讲阿罗汉呢，我哋讲菩萨就是讲我比较难，菩萨就是出现一切事项不着一切事项，所以叫做化平少天，净可中体，显该中天，一定是这样管啊。因为丁霜是个尘沙，迄个丁霜的足细腻的物件，阿罗看袂到，伊看会到。尘沙为伊毋是讲足惊人的艺术啦，这个毋是讲足垃圾艺术。迄个尘沙哦，很细微的东西，但是阿罗汉都看袂到，何况咱凡夫要看到迄个物件，平常哦。第
你讲咱这的万物啦，要看到陈沙好，你搞可能。这好事好，你就破袂开啊，唔能到陈沙好，你搞乌灵好了，唔能啊。咁是安尼，所以这就是讲经典，经典这是一直搞阿落来，所以伊今日去陈沙好，因为伊种到道种地，伊开始来白色的种，伊有去种伊内底，因为伊先变成解脱。一定要解脱，因为到阿罗汉啦，到迄个菩萨啦，他是走上解脱，他从解脱。要阿罗汉，伊是伊是虽然轮回，但是他还是小圣。所以这点咱来了解像这个方便法这，这个方便法这个方便两字要注意哦。方便不是随便你若要解释随便就对了。迄个方便的，我到对一个所在都很方便，但是拢无力量。就是讲，随一切因缘，如无一切因缘甲咱做有着，这个怎啊？这个方便法界，毋是咱过去啦阮硬啊，较早中硬的时阵就有人搬大轿咱无迄个电子骑的火车啦电子骑花车啦。遐就较早，即马应该较无啦。较早时阵拢时行啦，初一五的嘛电子回车，写动物电脑嘛，咱在讲物件就对了。但是有一日，因为咱从头前看办乡话是电电迄电子回车来咱办是拢扫的，逐个拢收合过的。我做亲戚啊，看到迄个来，人家看我人拼起来退去啊，拼起来退去，这个太大，创这个有境界无？有人有境界，像我人可以看，有就死不爱看。但嗰个菩萨伊就行到啊，百方找不到，就是甲看，使过你使过。我看到我无力量别的事，我无力量别的心，我的心无力量，何必走？何必走？嘛无必要走。但现在讲境界毋是讲真正你爱看无走的是因为我看到无生心无走的你嘛讲我这境界我互伊去，我看到我都无生心，我毋通家己讲你家己变你家己家己按照你心里了分辨所以这叫做咱人。叫做方便，你经过对一个所在较方便，虽然随迄个缘不良，虽然会不良，所以第二伊就讲这个叫做菩萨，伊就讲空有本来，空有本来，你阿罗汉的内底当中，他还是空，因为这个应这世界尘沙好，这个看不到，所以因为菩萨。有破除迄个尘沙，所以你看，这个道种地，叫做这个道种地。迄个道下来，等伊定位出来你若要甲讲起来，迄个已经未理解要理解就食票，变成道上地，就了伊一切诸法别相之地，别相咱先讲，了伊一切。别相之地，别相，分别相的别相，这个别相就是讲三分别这个叫做不分别，那叫做方便，或者这个叫做三分别，因为伊即了知一切诸法，主就是一切物件嘛，别相之地，比伊这个地咧画出这个别相，虽然有这相，但是无一切相绑掉。别相即是种种的差别，这个别相是种种的差别。咱真是心中，和一切分别相，和一切所谓一切对立，这个别相办法。有一切别相，但是无一切别相，甲咱办法。就叫做虽然之法，空边之法。所以出来是菩萨之地，共有到别相之地。这个叫做修加观，后壁叫做修中观，这相观，这个叫做三观论。破无一品，